刚刚听到您说，在舞台上表演很紧张，是吗？对，就是昨天在现场走台彩排的时候，因为这个裙子它是一条小锦鲤嘛，它有很多的这个裙摆，然后在做动作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摔了一跤，所以今天在台上就觉得要保证演出质量，来控制好。那今天您对这个舞台的效果满意吗？尽力了，然后也很新奇吧，因为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创作和一个尝试。然后因为前面这个《长安香港里》的这首歌原本就有的，但是呢，因为我这次在演唱的时候，有请我们小百花乐舞团的这个作曲老师任峰老师，将后半部分的戏歌部分其实是进行了2度创作的。然后包括所有的这次的妆造等等，都是我们这次的所有的团队为了我们这次的舞台精心打造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新的作品的诞生，所以心里很开心。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其实粤剧不只是新龙门客栈，其实之前我们毛玉涛老师他们小百花有好几部这个作品也被拍成了这个粤剧电影，只是可能形式模式不同。那我们期待的就是希望以后前提是先有更多的舞台作品，然后如果能得到观众朋友们大家的认可，我们再有机会把它再拍成电影，然后再次的更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很多粉丝都说很期待你演李清照，他们都说很贴脸，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啊，我觉得只要是有机会，或者说有好的剧本，能把这个一个李词人再重新带回到大家的面前，我觉得对演员来说，任何角色他都是会让我自己成长的，也会感谢大家这样的期待吧。